随着年岁愈来愈多，长辈都要住伫什么款的环境才适合呢？卫福部的调查，台湾有高达90%的长辈，拢希望会当伫家己的厝安享晚年。在地老化，敢会是长照政策上好的解方呢？专家认为，要实现这个愿景，首先就是长辈居住甲照顾的需求，要同时来兼顾。长照2.0为2017年实施到今，已经8年了。在地安老是毋是真正有可能会当实现呢？社区阁要安怎来建立更加完善的照护体系甲支持的网络，互长辈会当留伫熟悉的所在安心生活。继续来看咱的报道。你有想要搬去别位遐住无？无，大家关系啊。在地老化就是让长辈在他熟悉的环境继续在这里过生活，去增加他们社区间的支持、邻里间的支持，长辈就可以尽可能延长他住在社区里面时间。各位牛条又要登起，凉风一直对厝顶的破坑讲一摆。祖先老一辈古厝是永阿伯唯一的当撒风挡雨所在。哎，这种大家，本来住咧遮，就内底安尼，直接咧混安尼尔。这边你住偌久？哦，住遮久啊，都囡仔都出世就住到这呢。70外回忆，感叹家己少年未晓想，无啥欠钱，家亲家间拢无啥哩来往，居住才做伊食老了后的难题。你较早住久？居住啊，拢伫遮安尼啊，闲的时间就住遮安尼行来行去安尼。散步小运动。系哦。啊，你以前遮有厝内人甲伊做伙住无？无人做伙住，伊早用迄便所迄便所桌排啊。像时啊，你坐了你会无聊无？无聊嘛是无聊到，点嘛是拢安尼过啊。2022年，公益团体来到三江，招募义工出钱出力，克服生活复杂的难题。伫旧厝边啊，起一间小套房，会当互伊遮风挡雨。你当阵是这个厝用好的时阵，你写的？用好开始啊。他身体还健康，好，然后我们就会帮他看他评估他的一些这个身体状况，我们就干脆就要把它修，比较多花一点成本没有关系，让他舒舒服服的能够在这边生活。OK， 这两天阿公已经过来电话联系。虽然大环境已经有改善，但过伊无神的目睭，未输细钱对生活直播。啊，对安尼。安尼有看电视，若无咧困就看电视，安那无咧困安尼尔。有你连一个朋友来找我嘛，孤单拄着嘛是无多。虽然生活环境无好，伊嘛将来无想讲要离开熟悉家园。因为老人家真的需要陪伴。其实阿伯一开始我们也是建议他要不要去埔里长青村那边去住。听到南投埔里就好远就不去了。不止阿伯，好多个案都这样。很多老人家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原本的故乡。食老了后想要带队，因为答案拢差不多。你敢有想过咧搬去台北？不关系，不习惯啊。无啦，咱住遮惯势就好啊。你有想要搬去别位遐住无？无，住遮惯势啊。根据卫福部每5年一摆老人状况调查，2022年上新的数据显示，高达90%65岁以上的老大人希望食老了后会当住伫厝内，敢若一派人期待住伫机构，也毋过住着敢会舒适，社区照顾资源敢有成就，影响真大。在地老化的精神就是希望让每一个人，即便是身体退化，可是他还可以继续在他原来的空间里面生活。那这个当然要有很多的
配套措施。当老大人选择留伫故乡安老，送别来照顾因的后半世人咧。啊来，手，按手来运动，哦，对，我早起嘛有甲你教，有无？好，你有看会到吼？76岁的陈彩雄，20年前选择提早对公职退休，专心照顾爸母。2014年，伊都送走失地10年的老爸，到他有缘继续照顾伊800岁母亲。我都不认为是辛苦，处理家务事本来就是有很多事情，从来都做不完的。老化过程，照顾者是因上重要的关口。所以也担起着真歹讲出嘴的压力。我讲一个很实在的例子，跟爸爸做接驳巴士去医院，可是等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我的轮椅不见了。爸爸在一路上一直骂我，就跟你讲，轮椅不可以放在那边，你就是不听。你看现在丢掉了怎么办？我们还要陪人家这样。我就一面回来就一直流眼泪。我也被家人说啊，你为什么要放那边了？我说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轮椅会丢掉，所以我请你们不要再骂我。现在要设法，要怎么样把轮椅找回来。总是家己担起大细项代志的陈彩雄，渐渐认清家己的极限。伊开始参加照顾者的团体，互家己休喘，安尼才有法度久长。这是我妈，这是我爸，啊，这是我。我那个时候最漂亮的时候，好啊，这个就有笑。现在要笑比较不容易笑。我跟他写说不倒翁的成才，碰到很多困难，可是想办法解决，就是不倒翁。互助喘息的这个概念很重要哎。礼拜六、礼拜天休息半天也好。虽然照顾的过程充满挑战，也不过伊当陪着心爱的爸母踮厝安老，是伊上大心愿。在地老化，在家老化是一定是要有后辈后勤，家人要有分工合作。我比较偏向于做儿女的，如果能够有时间还是自己照顾。所以你模范生呢？哎呀，你都拢有在运动对不？妈妈我跟你讲对不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来看我。随着家庭形态的转变，台湾边境加户人口数逐年减少，自2024年更加存不到2.5人。未来不一定每个家庭拢会当有照顾者，难免怎为老大人建立亲属以外支持系统的。社区中有谁是需要的人，有谁是也许可以担任劳动人力的人。其实社区中很多的。一个人照顾一位长辈的照顾者，可是如果他可以把他的照顾者带到我刚刚讲的日间照顾中心，甚至他自己就来担任这个照服员，不仅长辈可以出来跟很多人一起交流互动，他也可以获得一份薪水，他的整个人力效能就提升了。在地老化一直是台湾长照政策的核心目标。2010年上6月，长照2.0计划也指出。要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长照体系，也不过安尼环境是要安怎伫地方实现的？以天灯闻名的新北市平溪区，过去曾经是台湾的煤矿重镇。1970年代产业没落后，即使发展观光，人口仍然持续外移。如今这里有超过30%都是老年人，而从人口老化指数来看，平溪更是全台湾最老的乡镇市区之一。天顶豆豆飞上天，生在着美好祝福的天顶。有一阵老大人把握好天气，当咧享受寒冷烧热的日头。煤矿收起来的时候都拢无人，都是很落伍。放天灯开始比较渐渐有那个游客。2016年，长期深耕偏乡中家基第一基金会，进驻青壮年人口欠缺的并溪。对7点开始，为当地个人教会看法保持灵用。遐呢，教阮跳舞，教阮唱歌，当然有足够故事大人，真照顾，真感恩。长辈就是离开社区，就是他熟悉的地方、熟悉的朋友之后，第一个会有心上的问题，然后长辈也会因为这样退化很
快，不会想要在他们老的时候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补足他照顾上面的需求，然后让他可以留在这边。这是我们平溪10分的长辈，在这边已经办了很多年的银发展，但我们这边的长辈，他有些他也没有出过国，透过这些刮画创作，也让他们知道一下其他的在平溪以外的地方可能是长成什么样子。摊空黑暗的价值转化做艺术，开出着五彩荟萃。我们的作者，你看，83岁的奶奶，93岁的奶奶，很想要让大家知道说，老人家其实虽然老了，还是很有自己可以发挥的地方。要落实在地老化，除了照顾健康长者信心，嘛要走入社区，了解病患的需求。今天要逐步护理，大概1个月1个半月左右，就会帮长辈，如果指甲长的话，就会帮他做一些修。平常的话就是在复健、洗澡，然后做家务，1、3、5就是洗澡，对，还要陪伴这样子。60岁小雪，伫11年前不幸中风，经过长期的复健，已经会当重新站起来。囡仔出国食头路的时，家在有机复原，协助照顾伊的日常生活。他教你运动呀，你有练看吗？你有练。你1个礼拜练几天？1个礼拜练7天，那很多。每天都练。我不给我这个，我就要烦了。哦，对，我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。协助长者恢复健康，无一个标准，必须对个人的需求做法量身规划。一天，阮对着弯弯曲曲的山路，行到社区的另外一边，治疗师带领着失智长辈，透过游戏活动脚手，演肢体化。OK， 好啦，开始来接。过来啊哈！阿姨三等下手无好，是因为咱的脑咧老化哈，所以后摆看人吼，行路行无好，也是讲摕碗去弄破的人，咱袂使对伊伤过气巧，对吧？因为伊嘛无愿意讲，伊接袂到。我第一次带这个活动的时候，希望带一个叫校色反应，这个写的叫蓝，可是它的字体是红色的，你就应该说红。可是你知道？我就被我们这些长辈打枪，老师，我们班级不同的老人，不同情况的老人，你要带什么样的活动？1年来，我自己最大的反思，我不是要教他老人家我有的能力，而是我想看看你有多少能力。当教育点点实施以来，社区当教育据点数量明显增加。政府预告，2016年当教3.0的新政策将要上路，要安怎突破这摆的基础？伫社区打造更加友善的个人照护网络。以前我们在做很多叫个案工作，那你现在必须要移动到去做社区工作，思维就不能用现在长照比较像是1对1给付的思考，必须要开始去训练一批社区规划师这样的角色，然后把这样的角色嫁接在现在的台湾的很多的社区组织中，或是长照提供单位也好。未来的政策敢会当正视各地差别，提供更较有长久性的解决方案，关系到在地长照服务的永续性。目前遇到的困难就是我们想要在地设一个长照办公室。在长照法规上面，它就是要合法的建物，要有使照建造的建物。很多时候在偏区，因为它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合法建物的时候，很多的一些设立我就没有办法在地，那相关的资源我就会拿不到了。如果我们要让它 upgrade 升级，这一些服务究竟都可以在这个10分钟照顾圈或是一个社区里面，就可以获得满足的话，其实长辈就可以尽可能延长他住在这个社区里面时间。每天来这里玩了，95，今嘛上开玩。家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
万事 OK， 安尼如果面对着零家庭照顾这个时代，结合规整个头的力量，实现老有所养在地安乐的环境。能为当前超过龄社会老大人做好准备，嘛提早规划好咱未来吃老了后的生活。